小台语，耶嘿！来，这2礼拜哦，这个咱的乡亲哦，足侪人写批来。啊，写批写是讲啥？啊，你那比赛咧，先搁沾饮啦，迄山顶妹只古水，你哪会甲倒台？哎有无？我嘛知影伊足古水啊。啊，人迄好笑，才好笑，你哪无选伊？迄个哎呀，孙哥拢无选伊。系啊，迄时阵个代志，迄不是我，细粒嘿，拢因哦，迄种平心哦。因为冠军有20万，你这不是讲生球的代志，有人要揽迄个贷款嘛，啊，有人要饲伊的囡仔嘛，啊，无有人无要搁做里长啊嘛。哎呀，无唔对啊，搁坐伫遐啊，啊，你抽到像你就要甲伊比赛，无法度啊。一直咧讲阿雄啊，你看。阿雄啦，哎呦，等到第3礼拜总算是恁等到啊。无今仔就看恁啦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先来邀请咱评审，咱的孙哥。是哩，人来讲吼，赢的免骄傲，输的免愤怒。阿公啊袂鸡婆，阿嬷嘛袂啰嗦，只要甲喙花练得好，一山自有一山高啊！好啊！是，行关山看马小踢啦！来，后场是咱的好评。是啦，其实讲到这个阶段，什么人去用淘汰拢无意外啦吼。不管你是去用淘汰，还是成功晋级，你的生活拢爱过，因为你唔那是一个喜剧演员，啊唔那是喜剧演员，嘛是我2年前出的册，所以我请大家。当安尼拍广告，你就是讲1350块尔。1350块。希望大家好好过生活啦吼，因为讲喜剧唔是生活有全部的物件，加油！加油！第3位评审是一愈派，咱观众朋友愈爱的单背琪，欢迎。水干的啦，哎呦，这关大这关掉咧，哎呦，哦，个胖胖啊，个卡个胖胖。医生惊地扫，土水惊掠老，剃头惊草头，总铺惊食豆，讨海惊风头，种田惊烧草，饲米惊过狗，贼仔惊小狗。病医惊人哭，客兄惊掠狗，暗记惊医好，东王惊乱走，小白惊大喙，透早惊落水，半暝惊歹鬼，跋筊惊人走，赢筊惊食饭，输筊惊天光，若连喙花哦，都惊迄无好笑。你若是无我的熬，门口伫遐，紧走。紧来走！哎呦，伊笑啊咧讲，但是吼，那无啦，我这个人个性都较温柔啦。听起来就温柔。阿妈自细汉教我讲吼，咱做人要有礼貌，所以唔管讲什么话，拢爱笑啊讲。你愈讲因愈惊，你看伊啊皮皮。基本话拢压起来了。袂足惊，因为因拢过关啊，真足惊。哇！等下我刚有看唔到人啊，我以为敢若我阿姊呢，我处女座的阿姊呢。对啊，我是阿姊啦，要安怎？那个公平哦，公正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公正。而且看伊家己的才调啦，伊有才调的，有法度留了。对啦，啊无嘛，伊嘛袂斗你。嘿呐。哦，你安尼哦。这里来啦，真的，都甲你切菜咧，讲话嘿。是。好，安尼咱请坐。好，谢谢，欢迎。今仔日咱最后的3组呢，总算是互因比掉来。哦。传出手路菜，好大做你来！今仔日比赛规则会先请主持人抽出第1个选手，再搁请这个选手抽出家己的对手，2个选手轮流上台表演了，3位评审同齐赢牌，选出胜利者。咱这集要上台的选手有第1季的东明，还有第2季的金门阿凯、大马、伊斯丹、李成典、李文远。嘿嘿，观众朋友啊，爱注意哦！今仔日是放出手路菜，好大做你来最后一轮的比赛，到底什么人有法度进入后礼拜冠军赛呢？我们抽出来的第1位选手就是咱这礼拜比了，后礼拜想丢20万，就出来啊呢！我先来。好，你来。第一位选手就是。第1位就是东明。哎呦，
伊等就过哦，都卡马去啊，别出山，别出山。来，真正是各位，但是真感谢啦，你每一届来录影拢甲家己装甲水水安尼啦。你话怪我嘛是感觉最恐怖，无论看几摆。不够恐怖。你唔系啊？迄叫啥物人啊？迄用纸糊的叫啥物？迄个领导干呐，领导干呐，领导干呐。好啦，卖遮恐怖啊！好啦，抽姐啊，抽姐，你哎呦来你行倒一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无讲废话，直接抽哦。收命，哎呦收命，抽命！哎呦，夭寿！哎呦，什么人？三回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哎呦，阿姊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卡马去哎呦，讲名就抽。我跟你讲有够恐怖的，我这种代志吼，袂使提起的。因为我大多伫讲吼，迄吼一眼望过去，但剩我一个查某尔。伊讲偏偏哎，明明是有我啊，你无看到我，哎呦，结果是两个查某人的对决。哦，安尼真正要来拼了。好，来拼落去哦。来，灰灰牛牛驾到。飘飘一蕊无淡花，便当一顿的食五个，风声笑声外目体，我嫌风霜已伤济气。啊，种向变心，啥物妈祖、恁祖嘛啊，毋是本贵妃世道命无单，因为皇上甲李后，阁有陈娘娘两个赤查某，因来去毋知啥物所在，只好一个人又想百回，来到厝地，哪有遮个反帮人士咧？哦。原来是山猪妹仔带台湾旅行团呐，唔知台湾的物件食了有合口味无？咱尖脆是粿，扁脆是番啊，翘翘是猪肉，四界是豆干，白白是面线，因五二红山三抢四尾加5万6加啦。若是嫌无够食，家己去海产打，会使拍拖啊！就这人吼，讲的欣赏咱后宫的生活。其实甲你讲，后宫比恁上班搁较艰苦。恁看，恁上班的时阵拄着头家，是毋是爱陪笑、陪食、陪啉，搁陪困？哦，无陪困是阮啦，阮的头家就是皇帝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都爱陪命。恁的同事若咧揪后骹，是毋是足做的？阮的后宫的嫔妃唔系甲揪后骹，毋过我着甲伊双骹双手剁起来。是讲吼，今仔吼，骑奥多摆来的时阵吼，贵妃袂使骑奥多摆。我骑奥多摆来的时阵就想吼，你后宫的生活遮尔啊艰苦着，嘛无当着退休啊，要退嘛无当着退，后壁着互相好啊。无，我着对我的好姊妹啊，杨娘娘去外口来卖内衣好啊啦。人客啊，来买内衣哦。内衣一斤有偌多？3000唔免2000杯。贵贵我亲手来甲你剥皮，互你送甲汤白体。内衣卖了，拄啊好3分钟。准呢！阮通拄仔就欢乐3分钟的时间，你用唱的，哪有唱的了？绝对有够，好，绝对那绝对有够，那是皇帝声。厝内有咧练呐，哦，饲马表咧练，哦3分钟够，哦煞。好厉害厉害，好。安尼来邀请你的对手哦。来呀，你有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婉。
你知影无？今仔日我本来吼按算要开记者会，为啥要开记者会咧？我有够委屈的啦！我知影，我已经睡到无朋友，我嘛睡到连亲情拢走了了啊！我阁无够委屈吗？一直吼要甲我逼到什么程度？我从来唔知影，原来生做伤水，嘛是这种罪过呢。是安怎讲咧？我甲大家讲，我吼逐工啦，规工的一寡吼网络上的酸酸。来甲咪呛声讲，你迄口面吼，唔知煮偌济物件，敢若迄个面包超人嘞。恁爸母敢毋是知你？啊，过来就讲吼，你莫阁讲你拢袂老啦，你绝对吼自当自知。拜托诶，我讲800届啊，我吼即口面，伫阮老母诶腹肚内底，伫55年前，老爸就煮好势啊，嘛做好势啊。你到底是要讲偌济届？我家己就讲。我有当时啊吼，嘛毋知影讲哦，讲袂顺车。比如讲哦，有个人吼叫一个你就知影，比就知影啊，吼，迄面吼煮甲吼甜酷酷，啊吼，迄面吼煮甲敢若干神咧，啊你看就知影已经舞过啊嘛，啊搁来，无就是吼，迄瘦敢若狗啊，迄胸坎够老后啊，迄嘛足奇怪，啊你奇怪，啊甲问伊足冤枉的呢，伊讲吼。我吼前一阵啊，直直飞，后来直直闪，结果打这两丸哦，无叮当啦，吼，啊嘛足奇怪，啊莫讲别人的两丸啦，吼，老实讲吼，莫讲有影话，讲我家己这两丸，差不多20几年前啦，讲吼我这两丸吼叫做吼冠军商业会气死翁婿，结果我直直等嘛无气死伊啊，吼，啊20年了后，讲我吼，我本人变成贵夫人啦，讲这是贵夫人的面相。拜托的话拢是恁咧讲的，啊敢听落去？我讲足简单的，要真还是假？足简单的，生一个囡仔，然后无生爸嘛无生母，生厝边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动骹手啊，感谢。哎呦！你怎表演耍？你感觉哦，规拢生气。伊即摆我是受紧张啦，是紧张，但是阮头拄仔听起来是真稳定啊，真稳啊，真稳啊，我家己感觉心肝安尼噗噗菜，真的规个拢麻去安尼，骹麻手麻，因为两位贵妃嘛。嘿啦，你即马教过我骹拢无感觉。阿妈，无你甲踢啦，东边足熬的，足厉害的，啊传统的物件伊讲甲遮好，啊毋过姊啊讲的故事嘛真趣味，真好看啊，真好听啊。到底这两个贵妇因的斗好像呢？来哦，第一位1号是咱的董贵妃，2号是咱的李贵妃。来，到底评审要斗好1号啊2号，评审请投票。金门阿卡的口音有影超特别，互评审背记好，伊是凄美各种的。腔口代表阮故乡，代表阮文化背景。恁若是无笑，代表恁听无啦。我自细汉就试过去参加演讲比赛。你的腔真正足水足水的，我多谢足介。虽然讲我的腔甲你无啥共款，金门腔这海口腔对无？靠我海口腔，真正足水的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甲保留落来，啊，家教互大家。到底评审要投好1号啊2号，评审请投票。2号、1号、2号。 2号，恭喜！什么？再会。我以为是伊呢。你2号啦。我叫我拢过了再会。你头壳清的。是啊，你过关啊，你过关。恭喜！本来只是来唱一个通告尔。我可是来上通告，结果是来比赛，真上的。通告上到即摆后届来要比冠军你知赛。影这个意思无？歹势啦，歹势，袂啦表演照好诶。哦，咱听看嘛，评审安怎讲，啥投好这些。但你是咧唱哪位啦？为着为的。登灭来这啦！当作互你等到伊啊！你去用倒台了，唔捌笑呢。哎呦，无想到伊会去互倒台嘿啊，你今仔日嘛表演了足精彩，我为什么投互1号？就是讲吼，这当兵的伊每一摆要为着表演，拢准备了真济。无毋对，无毋对，这迄落吼，
服装也好啦，吼，这个伪装装扮嘿，拢做了真好势，哎呀真认真，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因为咧唱遐拢非常的高深，吼，啊遐内容诶嘛非常的高吹，啊，但是就是因为伊非常的庄严。哦，嘿，我互你的分数是因为你有认真，我希望讲哦，后摆吼，要来比赛，大家拢穿好好势吼，嘿，莫凊彩穿的吼，嘿，迄个以后你搁穿底裤来，我嘛是互你分数嘿对。是啦，伊要穿搁较底，就有加分啊啦，安尼无够底。啊，我感觉讲吼，要东边一个吼，我会加油一个，加鼓励一个。其实我感觉讲哦，东边真正规个看起来就是足精彩。你顶届嘛无互我分数，啊，你记我这个人扣分。马紧，叫阮外，毋那你一个，我有哪有关系？无咧惊的，也毋过我感觉讲，你的装扮真正是规个看起来就足精彩、足响头的。也毋过咱这是比笑话，你的笑点我感觉有较减小看，啊，若有感觉好笑的所在嘛是安尼，互我感觉有微微啊笑。也毋过我感觉文婉姊啊，你的笑点吼，都互我足欣赏的是讲，第一，你拢开家己。嘿，你拢讲家己的代志，啊来开家己，用家己过去可能人讲迄歹听的故事，啊，毋过你讲起来就感觉讲加足趣味的，吼啊我尤其迄句啥物克死翁等足久啊，等无，这我嘛有感觉啦，所以我做有同感。我是感觉讲东壁的表演就是优雅的台语唱戏，就是阳春白雪。啊，阳春白雪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较听无的物件，因为你已经是咧讲古早时阵的物件，又搁用台语，其实吼大部分的人可能无啥听有，啊，而且伊的笑点可能嘛无遮尔强，因为大家无法度感觉讲这个笑点离阮较晏。要毋过本阮姐啊，就是人讲下里巴人，哦，就是较阮较晏的物件，阮较听有你的婚姻、你的故事啊，甲阮的情翁克死，即款代志，大家听到就真直接就有笑点。我感觉讲，因为今仔日是 PK 啦，吼，啊，甲本姐来比的话，就是本姐我会互伊分数。要毋过若是你一个人比赛，你的表演你的精彩，迄是无问题的，所以歹势。哦，谢谢，无简单哦，恭喜你过关谢谢多谢啊，恁总做温暖的，感恩。哎呦，但是多谢，恭喜，哎呦，好来，后一组来，换你来抽一个。哦，我好，嘿，来哦，即摆四个查甫的坐伫遐，倒一个会去，我敬着，我看一个，来，恭喜一个，得啦！哎 ，finally， 嘛是卡马去啊吼！咱家拢老伊啊，无啦，我毋是卡马去。顶礼拜录沙时，我看到恁某来甲你接吼，面抢歹看咧。系啊，我笑无啥会出来。到因为今日要比赛，我某想讲昨昏煮饭要甲我庆祝一下，甲我报一下，加一个痛风压起来。我摆卡。痛风啊，足可怜的，迄头头尾的代志。你来比赛是为着要食便当呢，我是恁某煮的。哎对啊。我拢早2粒顿的。袂要紧啦，无离的好啊。啊是我无咧等我开钱。系啊。因为不过伊期望讲来当摕20万啊。哦。系啊，因为甲我讲40万摕着了，才离啦。才离啦，嘿啦，啊有安尼对啦。啊有囡仔。未拍正。无囡仔安尼好，安尼较简单。系啊，我是较规气，我是讲因为甲我讲，我摕20万，就要去冰岛佚佗。哦。敢若无摕了出来去绿岛就好啊。哦。紧紧仔算就好啊。好啊，无你要抽后一个选手哦。好啊。互你抽。较想要抽着谁有无？这剩3个尔。我其实拢差不多啦。拢差不多。系啊，因为可能甲我比赛，可能小可压力。哎呦，对家己足有信心的啦，真敢讲啦。哎呦，这人做阮后生哦，金马凯。哎呦，吼，上介有气的啦。哎呦，14岁阿凯。哎呦，今仔日听讲恁全家伙仔拢来，正是。透早坐飞轮机，还是昨日？昨日来。昨日就来啊。对。阿嬷嘛有来。这是阿嬷伫哦。阿嬷伤少年，咱看起来无亲像阿嬷。阿嬷讲伊足期待今仔日的比赛，讲等规波啊，乃还袂轮到阮阿凯安尼。啊，但是阿嬷顶届看你比赛有满意无？有。啊，伊敢知影你今仔日要讲啥？唔知影。哦。你当初的无练哦，阿嬷听。唔听你互伊听。是啊。爱互伊一个惊兄的。
哦，爱互伊一个 surprise。真是。哦，伊口吻甲我共款啦，我毋敢咧厝念嘛，我无听。无会恁某互你一个 surprise。很有意思。哎，安尼两位拢准备好啊好吼。来，欢迎咱阿达啦。大家好，我阿达啦。定定拢人问讲吼，我是安怎维持我的身材？其实真简单，我逐工回去拢会运动1点钟以上。也毋过我有这体格，上重要是要感谢阮某，因为阮某我逐工拢起饱，除了口气吞袂落了后，伊逐工煮的饭我更加吞袂落去。安尼哪有可能大块呢？这节目播出了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搁一个歹消息要分享大家。好消息就是吼，我开始变大块啊，因为节目播出了后，全台湾拢知影阮某煮饭要求我歹食。你连去菜市仔买菜，菜市仔阿姨拢甲讲，你讲真正要买菜，唔好，你较好心的啦，买便当顿就好啊啦。所以我最近吼，拢食好口，感谢公司，我这机会再继续活落去。歹消息吼，就是阮某伊知伊台语无好，讲伊开始要学讲台语啦。前一阵啊，阮朋友对美国回来，到买衫讲要送阮翁仔某，阮某看哦有够欢喜的，就随从去房间试穿哦。穿落走出来，对阮朋友讲，杰森。这衫小，阮全部带者想，你敢是咧讲啥？会咧。结果伊是要讲，这衫伤细领啦，爱讲伊台语，啥咧学不乱讲，学不乱斗。敢毋过伊毋若学不乱讲，伊佫学不乱听咧。之前我若讲便大喘气过身去，甲西讲来做发会的时阵，就开始讲好话嘛。倒口米芳家家，互恁囝是谁拢做头家，应有哦。倒口米芳关关，互恁囝是谁拢做戏员应有哦。恁遮在场高某讲白目，伊讲问我讲，为虾米要出啥爱做戏员？人是讲做议员。好，西讲继续讲，今日医生吼拢圆满成功啊！来，掌声。对啊，恁遮高某讲我白目到有寸，我某甲我徛被拍泡啊啦，我真正无气，所以我即摆有一个体会，我一定爱。好好啊！参加这节目一定爱过关，因为我若继续过关，阮某就继续学台语，咱台湾就愈侪人受到阮某破台语的伤害。而且我即摆开始淡薄欣赏阮阿公啊，伊毋但先走先好命，伊佫会当免听阮某了练笑话，而且佫免食阮某煮的饭。多谢大家，我是阿达啦。阿达啦！这有勇气的呢，对啊，所以我讲我袂当咧厝内练嘛。你讲恁某这个佫有带情绪呢？纯这，因为我无多通讲，因为这无需要。好像是说甲我心内面讲出来，无你平常咧厝我。在你的对手金门阿凯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门阿凯，我会晓演讲，会晓讲金门话。来台湾加学一项会听无？比赛结束到金门，大家拢问我感想，真特别。台湾人讲话拢有腔，甲咱金门人讲话无腔。金门有特别的腔口，甲台湾无共款。可能是因为金门放较透，无入的字典变怪。若放较透咧，阮连哈气都无生。我对老师感悟需要过。老师讲，唔通过，这是日子细汉的腔口，咱一定都爱甲伊保留落来。腔口代表阮故乡，代表阮文化背景。恁若是无笑，代表恁听无啦。我自细汉就试过去参加演讲比赛，今日就来甲您分享我的演讲秘诀。第一，就是咱伫生活当中找机会来练习。有一回，我去洗礼咧问买咖啡的时阵，店员问我讲：你要烧的，还是要冰的？啊，当我甲问，客仔说是你会买烧的，还是买冰的？电话煞讲去。啊，甲恁讲啦，这嘛是一个演讲的技巧，爱互听众来思考一下。电话认真思考，回答讲：天气渐热，应该是冰的。真好啦，大家给鼓励咯！真好哦，你这阵已经会晓思考啊！你是一个真成功的店员，祝你后拢顺顺利利。对你大家无可能的代志讲甲若真的，简单来讲就是乌白碰碰兼操蛋。演讲的时阵，千万唔通讲实在话。我困难对你来讲，斗阵年间轻轻松松，亲像我的梦想，就是做总统。上重要就是爱活到40岁，啊唔通除好讲占有蜜袋。万不你活到39做去啊，拢假讲的啦。第三，就爱有一个就讲543的老爸。有一回，阮老爸讲，若是互我做总统，我一定甲台湾的经济安大家好。先生，你连安母拢安搭袂好啊呢？啊，我老爸讲，迄是尊重，总统爱听人民的意见，
超过40岁的总统只有一个，剩的拢剩一支喙啦。以上三项有把握就会变成厉害的演说者。我今日就讲到这哦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哦，恁拄啊无笑，可能是恁听无哦。我是金门阿凯，多谢大家。伊真正足厉害，迄 Q 口、迄 Q 调，真正是无共款。对，对，我有讲到一句，我听差不多10分钟，我才知影伊是咧讲啥。多一句。伊讲迄个 7-Eleven， 我才知哦，迄是英文。连英文都伊的英文嘛有英文 Q 呢。但是吼，这有当时啊，你这个变成你的优点，然后特色啊，嘿特色，嘿，所以咱平心即摆头壳定吼，1号是咱的阿达拉，2号金门阿凯，来。平心，请投票。上尾组选手的见证上充分，运气有影是实力的一部分。顶礼拜甲顶礼拜，拢足侪人讲家己的故事，我感觉讲袂歹，心意感觉。讲家己故事的人有留落来无？歹势，我一下刚拢搞，谢谢。像这场面哦，敢若曾经捌看过呢。我感觉你的运气甲里长变好呢。1号是咱的阿达拉，2号金门阿凯，来平心，请投票。1号、2号、3号，什么？阿达拉，你竟然过关！各位使食便当咯！小等一下，竟然过关！哦，敢若选过交互咱金门阿凯。因为阿嬷在底下收金啦。不是，哦，不是啊。因为我的祖先哦是泉州的，所以我听这个腔口哦，足亲切的。因为我讲腔口是一个足水的，腔口就是故乡的山水啊。会使讲哦，你有迄个山，有迄个水，你会使就食出到这个腔口。我讲伊遮尔少年，有法度徛伫遐，讲甲呢好几嘴全破，但是可能也是年纪伤少岁，所以你的正腔哦。讲了真好，但是迄个喜感并无表现出来。你讲你比如讲举例爱晓讲这爱晓碰风，爱晓讲543，这拢真有段路，非常有内容。但是呢，迄个欢喜，迄个笑无笑出来。我这张票是投予这个少年囡仔，甲这个腔口的重要。你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吼！我补充一个就是。顺哥拄则讲的喜感的部分，就是你的本其实无啥物问题，也毋过你咧表达的时阵，譬如讲你讲，假说要做总统，上重要是啥？你要活到40岁，这个物件你拄则讲的时阵，你敢若无去了解到，你爱活到40岁，其实是一个笑点，这是一个上重要的笑点，因为应该想讲要做总统应该是要读册啊，要学啥物，要学啥物，结果既然是活到40岁，你中的这个转变的方式无遮尔清楚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演讲。也毋过拄则喜感的部分就无遮尔明显。阿达其实伊拄则表演的时阵，足轻松的，甲大家招大家做伙笑啊，安尼讲啥物讲啥物，笑点还有主题拢真活稳的所在，阮是真了解因咧讲啥。你的本其实无问题，也毋过，若是讲要变成讲是一个真优秀的演出的演员，应该搁较拍拼者。也毋过已经真赞啦，加油！我要甲阿凯讲。你的腔真正足水足水的，我足介。虽然讲我的腔甲你无啥共款，也毋过我要鼓励你，因为我当起来台北咧拍戏的时阵，嘛拢风险讲我高雄腔足重的、足爽的。毋过咱金门腔这海口腔对无？靠我海口腔真正足水的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甲保留落来，甲伊教互逐个。那阿凯啊，我是毋是阿凯阿达啦？我是感觉讲你的笑点真正是足丰富嘛，足济。毋过真可惜就是你的表演的即个手啊、骹啊，body language， 我毋知这台语要安怎讲啊？骹步手咯，骹步手咯吼，你的骹步手咯。每一届拢讲 body language。OK， 我叫我加学一句，你的骹步手咯吼，哪会当搁较有伴呢？因为你拄仔有足济骹步手拢伤过疗效去啊，拢收起来，还是讲拢做一半，迄就无伴啊。所以你要做，你就爱大骹大手。安尼对你的迄个笑点出来的时阵，还会感觉讲规个笑点规个拢压出去，会搁较精彩。
虽然吼，这方面表演的重点今仔日较无出来，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厝内的人，遮尔甲你支持，你是毋是爱讲出你心内话，甲因谢谢，对无？感谢你来陪我比赛。哎呦，阿嬷，你这个孙哦，前途无量，真正爱好好栽培，知无？阿妈，我那我给你长孙，长我甲你长孙，长孙鼓励，长孙，长孙鼓励啦，尖叫啦！表演了最后啊，只是差一票啦。啊，你有啥物话要甲你乖孙咧讲？学习啦，哦，学习哦，嘿。啦，想卖选总统啦，为里长啦吼，议员、立委吼。等下，里长嘛，选里长会变安尼呢？伊无要做啊，迄有欠一位。啊，有啥物话甲评审讲无？没有啦。袂歹啦吼。啊，愈安尼讲我愈惊呢。无要紧，你莫去金门拄着。对，我尽量用进口的吼，要啉高粱的用进口的哦。去遐买。啊，这是妈妈。阿姨嘛，我来呢。阿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鼓励者？弟弟很棒，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加油！耶！继续加油，多谢。就温暖。嘿啦，就温暖。啊，听起来阿姨嘛是袂晓讲台语。啊，阮尽量甲阮节目做较长的，吼，你过来比赛。过来啦。好。下个再会。啊，恭喜哦，啊，大家。嘿，我拄只迄看迄有无电视啊？感觉哦，你最近真正哦较碰皮。真的，我大便当拢食两粒，我要过来食。恭喜啊！来，哦，最后两位。免抽啊！接请。哎呦，但是我要抽啊，看相声啊！恁会对呢？恁的外形阁有型呢？哦，对。来可能啊是恁一组我已经换一领，我多嘛去换呢。你莫家己当边开讲，好无？你有咧这两个是来比赛，你想看我咧抽啊？歹势，大伯伊上好笑的，就是伊的笑声比笑话搁较好笑。我即摆会使抽到。来，倒一个先啦。抽到迄个人先。来哦，倒一个。大伯。来，哦，来啊！要开始啊！开始。好，上尾。开始。是啦，乡亲，大家好，大伯过来咯。今仔日的我，甲大家无共款，倒位无共款，我无写本，我无背本，我嘛无看本，一切拢是照现场的反应。最近我咧拿刀拍戏，我一直咧想，我到底要讲啥咧？今仔日的主题是家己的手路菜，归去我着讲我家己做演员的故事。其实做演员真正足辛苦。伫咧做演员之前，我做临时演员足久。大家对临时演员的称呼拢叫做同学。啊，同学真正哦，足可怜嘛，钱足少的。有的时阵一天拍8点钟，咱着爱行8点钟。有一届我印象上深的一届，就是行8点钟，结果。靠腰台中到啊，行到台中啊啦，啊是要安怎？对，啊搁有咧，咱做同学就是安怎？前一天爱看通告，通告会甲咱讲，明仔载要炸啥物衫，啊，咱着爱炸迄大包啊、细包、中包，规个拢衫啊去现场。有一届，阮妈妈真正挡袂牢，我暗时咧想啥，阮妈妈向开门，伊讲，你是毋是去借钱？你是不是要走路啊？你大家拢在想啥？我为着莫互伊烦恼，我甲伊讲，母啊，这是最后一届啊。对，这就是做同学的日常。啊，但是咧，足侪工作人员对咱同学的态度真正足歹，包括录影师。今仔日佩奇姐伫遮，我着歹势讲是8点档。我要跟着你讲。黑白讲话。对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大家中昼拢在食饭，啊结果咱同学9个人，无饭通好食，啊去问工作人员，你敢知影咱的便当伫倒？伫咧边仔的角落。啊大家拢有桌仔会当坐，结果咧，咱无。咱就移一个衣裤啊，头家咧
佮当作是啥物邪教仪式，啊，伫遐食饭。好啦，时间要到啊，我叫大伯，多谢大家。危险，危险，真危险！袂啦，袂讲危险啦，是一定会 goodbye 啦。我想讲，你一开始讲你无写稿，你无背稿，嘛是爱写一个较好。有啦有写，但是因为顶礼拜甲顶顶礼拜拢足侪人讲家己的故事，我感觉讲袂歹，诚意十足。哎呀，讲家己故事的人有留落来无？歹势，我的车刚拢到啊，谢谢。学弟，出来这场面哦，敢若曾经捌看过呢。有啊。迄个李成典，李成典，我感觉你的运气甲李长平好呢。敢若袂歹呢。但是伊还袂比呢。已经看到要去冠军比赛啊！无啦，若是有抽到大伯有偌好啊！阮一赶时间对无？在大心。啥物啦？一山高，一山高啦！不要紧啦，阮就甲你讲，你甲你妈妈讲的话啊，这最后一届。最后一摆，有啊，这是最后一摆。最后一届啊！啊是你有要甲我比心算，还是啥？我表演的淡薄仔心算。反正哦，你成典哦，会足紧张，然后一句拢讲袂出来。可能哦，结果伊去互淘汰。这个牛李成典的，即摆换伊来顶。我来，李成典来。观众啊，真正是毋捌看过头一摆，评审的心内话大公开，想要拍破规则，抢救阿凯到位点。你的人生敢若较好耍呢？哇！就惊了。这边伫遐讲，来，做伙来坐啦。到迄个一群阵两个哈。我有机会淘汰这两个换一个位置转来无？拜托，咱再考虑一下，咱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。啊，你我要换开啊！李成典来。好，大家你好，我是李典、伊典、我新典的李新典。今日我嘛要来讲我家己人生的故事。不一样啊！今天我是要讲我人生的故事。顶一球是二生培老师，伊是南台湾的代表。啊那我咧，我就是代表咱北部的代表。各位啊，讲我这应该有拍婆啊，有哈。啊，你若感觉想要吐，我甲你讲，唔免烦恼，阮足大心的，你的椅下骹有传毒啊，吼，若要吐，你会再摕出来吐两个。好，小等下，那个啊，做一个老师吼，讲正经的，即摆学生啊吼，真歹教，上课上伊就开始爱困，伊若爱困的时阵，我甲伊创治，我会摕英文上会用焊枪烧吼。我甲伊烫一个，无啦，是我烫着我家己讲啊烫，我讲老师烫，然后如果无说伊个烫着啊烫，你若烫两盖伊有反应哦，因为烫，呼噜噜噜，啊烫，呼噜噜噜噜，哦，这时阵伊就会精神啊啦。我若甲中大的时阵是我上欢喜的，因为看我的体型嘛知爱食饭。我若食较济，伊讲老师你不要吃这么多，你这么多会被抓去台。我讲抓去台，什么叫抓去台？抓去杀啦！我掠去抬啦，掠去抬，你是抬啥？我哦，真正的。较下晡的时阵，伊会来找你。好啦，较下晡的时阵呢，伊会来找你，想要叫你请物件，这时莫烦恼。我甲伊讲，你来通过，我有请你食。伊讲要食，我讲来食迄便当送较歹。伊又讲我讲唔对，是食，因为你。食较歹，我紧来走了。感谢啦，各位，我是李典、伊典、我新典的李新典，谢谢。哇！想袂到咱比到最后这刺激着呢吼。你的人生敢若较好耍呢？哇！就惊了。这边伫遐讲，来，做伙来坐啦。到迄个一群阵两个哈，哦。啊！你其中有一个吼，我那真幸运呢，是不是？太个笑啊，大伯啊！这嘛歹选的吼，这两粒柑仔要选一粒柑仔。我有机会淘汰这两个换一个位置转来无？拜托，咱再考虑一下，咱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。哈，你我要换开啊！我要换开啊！太安尼啦！我要考出来啊！这个我才不想要考出来，迄个好处，
即摆阮足为难的。哎呀，阮嘛足为难的。这两个呐吼 ，MIT， 两个加起来无韦德一个人的分数。韦德，你坐遐真有够委屈的啦，真的太委屈。委屈。好啦，但这无法度啊啦。嘛是爱选啦。这个规则就是规则。好歹离婚啦。嘿，好歹离婚吼。1号是咱大伯。你咧笑啥？你妈妈咧笑。无，阮嘛就想要问你咧笑啥。2号是李生典啦，来，评审到底要选倒一个？来，请投票。哎呦。闹金瓜，这个上好笑，真的，你甲观众伊心内想要讲，你甲观众伊心内想要讲的。好啦，这开玩笑的啦。好啦，莫个讲生笑啊，认真。来，两个安怎烂嘛？是竞一个较无烂的。咱后壁有啥物遗珠之憾的？咱再个讨论。再个讨论。好，来，好不好？1号是大伯，2号李生典，评审请投票。1号。两个感冒。你妈嘞！我就感动。啊！白白讲明星，我都摕到3票，无简单。恭喜你过关。恭喜啊，过关呐！歹势3位评审，互恁遮为难，嘛是爱讲，还是唔免。无，代志。小讲者嘛，我听者嘛。互阮知影讲你是安那，是为虾米要记这个感冒？对啦，我嘛足好奇的。好来，我做一摆总共讲的啦。好啦。总共一句就是你生典，你运气袂歹。感谢，这句都够啊，干那这句就好啊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恭喜啦！谢谢。啊，这真歹讲啊！系啊，大伯你搁徛咧遮。我互你一个正式的，大伯倒台，来再一位。啊，你过关啊啦！会使吼，安尼我来遐坐哦。啊，无要安好啦，那。啊先来。小等，好处。啊，这个韦德吼，因为伊讲有一个表演，伊今仔日的突然间就改变迄个内容嘛。哦，伊伫迄场比赛。顶一场比赛。内容。对。好啦，互伟德讲伊原本的下一剧本。对，来欢迎伟德哦。来，看你出来感觉真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我今仔嘛咧来分享我人生的故事。大家拢要安尼就对啊啦。我知影阮某有心的辛苦，因为吼，伊有心的时阵，逐工爱伫大腿煮一支车。煮车的目的是要甲腹肚内囡仔保条的。伊要煮第一支车的时阵，唔敢叫我来。伊讲我会惊，我讲你会惊，我搁较惊。我这体格好看尔呢。哎哟，唔是啦，这若煮无好吼，我会疼啦。哦，你会疼？好，我来。为囡仔生落来，拢总爱煮200支车，拄到第60支的时阵啊，2支脚已经乌青烟火。我足唔甘的，我带伊去外口食饭补身体，拄着阮朋友，我甲阮朋友操蛋。伫厝我教做的，我要困外口我就困外口，恁唔信啊？来，阮某来，2支脚乌青烟火，看到无？我拍，拢我拍。阮某听了去上便所，10分钟了后。警察来，讲我拍某，甲我掠走。我某出来看无我，走去派出所，要甲我报啊。警察甲问：你这乌青，人安甲你拍的？唔是啊，是伊摕针甲我堵的啊。为当时开始的，为我有心的第一天，伊讲要煮甲囡仔出事啊。安尼你搁要来甲报？唔是啊。敲电话报警的是我要互伊知影，
细汉开始真正的教做的。哎呦喂啊！今仔讲到这，感谢我是伟德。哎，来。好，安尼表演算吼。咱那是我。这新表演嘛，一1号是新店，吼，新店是1号，是1号，我念唔对，1号，吼。到底要1号还是2号？评审，请投票。来哦。谢谢。这个啦，通在讲家己的故事啊啦。唔好开头，唔好讲，我要讲我人生的故事。新店，唔是你讲了好，阮是遵守规则，尊重大会决定，尊重咱本来规则。了解，谢谢，感谢给我一届机会表演，我真正足感谢。阮嘛足感谢你来比赛啦，谢，你真好，OK， 伟德加油哈！好，无问题，爱搁来哦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观众朋友啊，来，咱第一季甲第二季呢，最后甲咱的总决赛的10组选手拢已经伫咧咱面头前啊来，拢来甲遮来舞台，这个舞台后礼拜是恁的哦，后礼拜咱就要来决定谁是第3名5万，第2名8万，第1名20万。有信心无？哦，无呀。有啦，爱讲有啦。有信心啦，有信心。若无信心嘛，我甲你讲，我后礼拜请一个超级大来宾来甲恁加油一个。超级大来宾。像。宪哥。伊为虾米要来？唔是要来尔，伊搁做评审。因为伊凭啥物？伊要来做评审，要凭啥物嘞？恁爸爸呢？哦，因为后礼拜已经是最后一集吧，啊，已经是总冠军比赛啊。伫遮，我要甲大家讲，我袂来。你袂来，无想要来啦！我是彩华姐，给我等着啊！彩华姐来啦，我快办注有赢啦！办注谁牛真正。哎，在来看啊！哎，加油啦！后礼拜就是恁啦，好不好？哎，拼落去啊！后礼拜啦，总冠军啦！爱收看啦，谢谢啦！爱收看哦！宪哥来哦，宪哥来哦！